的莲友们我们常住法师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现在呢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特别给各位介绍善导大师他讲的法语，因为善导大师我们都知道了，他就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阿弥陀佛的化身，所以呢，他讲的话，那当然了，我们100%的相信接受，不存任何怀疑。 所以，我们呢，他讲的话，我们绝对要信受奉行。他怎么说的呢？毗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。你看，无所障碍。说那一尊佛，哪一尊呢？彼佛就是那一尊，那一尊是到底哪一尊？就是阿弥陀佛。 就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叫阿弥陀佛，他光明无量放出光明无量无边无穷无际，叫做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照在十方世界的每一个国土里面，国土它都在普照，放光普照，放光普照就是要接引无所障碍，它的光呢照出去，没有任何可以障碍住。 今天你不管在哪个地点，没办法障碍；你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它也没办法障碍。我们打个比方今天我们在台湾，你念佛没有障碍，没有障碍。你现在在非洲念佛没有障碍，你在美国念佛没有障碍。我们在中国的内地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个角落，知道吗？任何个家庭里面包括菜市场。 各位知道吗？电影院不管你在咖啡厅里面，或者在大马路上面，你只要一旦佛号一出口，那佛的光明就照你，没有任何障碍，没有任何障碍。那包括了在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那种黑暗的地方，各位只要能听到以后，马上欢喜，也跟着我们一起念佛，那佛也来普照它，没有障碍。 没有障碍，你是白天念佛没有障碍，晚上念佛没有障碍。他不管你什么时候，任何东西都阻碍不了他。更重要的是我们众生的业障，你的烦恼很深，没办法障碍。你过去累积的一些罪业很重很重很重，包括你杀人，包括你杀父亲、杀母亲，杀阿罗汉。 这种有没有深重太深重了，必然是堕在18层地狱，而且可能会更下面金刚地狱下去，太可怕了。那种污浊、肮脏、黑暗的地方，是各位1分1秒都难以忍受。但是只要你一佛号起来，阿弥陀佛照样救度，没有障碍。我们人的烦恼业障你过去所累积的这些恶业没有办法障碍，你只要能够弃恶向善，一心的念佛，佛照样救度你，不放弃你。所以这就是无所障碍。唯观念佛众生，观就是要关照，关照就是什么？我要寻找，我唯吾只有单在寻找念佛的众生。你念佛，你只要是念佛，我就要寻找这个人，就是我所要救度的对象。 我无论如何，我一定把你怎么样摄取不舍，摄就救度你，永远不放弃你。摄取就是救度，我永远不放弃。这样子，这种情况才叫做故所言故是什么？叫做阿弥陀。原来因为是无所障碍，因为我要救度念佛的众生，所以我们名字才叫做阿弥陀。所以你一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一定照在你身上，而且照身上做什么呢？就是要救度你。摄取就是要救度你，永远都不舍离你了。 所以各位，我们要不要念佛善导大师如同佛的讲话，佛对众生的开示，所以他讲的话真实不虚，真实不虚。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佛的悲愿太伟大了佛跟众生的关系太密切了。我们一定无论如何，唯独的只有阿弥陀佛可以救度。像我们这种习气太重了。 个性太倔强了，各位。然后我们有错也死不承认，我们总认为自以为是，
自己高高在上那种傲慢的态度太深了，该怎么苦劝呢，都回不了头。我们众生呢，说实在话，劣根性太深了，劣根性太重，所以呢，只有唯独赶紧念佛，否则的话，按照我们的个性啊，死性子，然后我们胡作非为，随便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样没有办法跟别人配合，没有那个柔软慈悲的心性，那我们所做的行为啊，颠颠倒倒，很容易就堕落，感召到恶的地方、黑暗的地方。那时候痛苦无穷了，所以幸好阿弥陀佛不嫌弃我们这种罪恶凡夫啊，罪恶凡夫愿意你只要念佛我就救你，念佛我就救你。那这样我们绝对，我们只要顺从佛愿，称念他的名号，我们绝对被他所救，以后就脱离开这种黑暗了，脱离开黑暗。所以各位善导大师讲的这句话重不重要啊？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我们要特别感谢善导大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家，非常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